點搞？咩點搞？個月年肥咗好多，搞唔掂。咁你等等啦。等咩啊？ Firmio 入咗部 Indiba IA Pro Max 啊，係最新第6.5代嘅 Indiba 減肥機。我已經用盡我畢生精力去減，集合10種減肥方式於一身，超級減肥霸王產品編號。你咁樣日日食空氣都唔掂啦。叫得 Pro Max 就梗係同其他 Pro Max 一樣，係旗艦機入邊最 top 嗰部，唔止可以幫你做到減肥，連最難搞嘅內臟脂肪都可以幫你搞掂埋啊！你日日落去跑步做 gym 都唔夠去做一次，知唔知咩叫被動式運動啊？就係連你喐都唔使你喐，瞓喺度就可以幫你做最少6個鐘頭嘅運動啊！係咩？我都想見識下。係啊，睇下佢一口氣拎咗 FDA、CE、TFDA、MSACS、MVA、HSA 668份醫學報告，每個都係獨當一面嘅認證。而家集合埋一齊問你怕未？係人都知內臟脂肪難搞噶啦，但呢一部機做1個月就可以幫你消滅到24%嘅內臟脂肪。佢獨有嘅448 kHz 加20 kHz 可以一次過做到收緊肌膚，抑制皮下脂肪同內臟脂肪，唔會反彈。無論你本身有敏感、濕疹定係玫瑰痤瘡，就算你係啱啱順產生完 BB 都可以即刻做。想唔想趁夏天嚟之前唔用魔法都可以嚟個大變身，分分鐘仲瘦過未過年之前嘅你啊！到時翻嚟 say 句 thank you 就可以啦。真係有咁勁？想知佢仲可以做到啲咩？點解可以做到呢個效果係其他機比唔上嘅？呢個448 kHz 加20 kHz 就可以點樣幫我哋做到晒以上嘅效果？咁就要 mark實我哋下集揾嚟 Indiba 香港 trainer 上嚟同大家 sharing 啦。